那个按摩的钱，到时候给人家就好了。我给你的，我是跟他们说，不是跟你说。按摩一样。到时候给我就好了。多少钱给人家就好了，按摩费啊，给你2、3个，他去聊开了，到时候给我就好了。几点集合了？录影的来哦，有水哦，录影的哦，带来让我去比哦，来录影的哦，哎哦，水哦，录影的，哎，来录影的。看无啥有拢雨伞洒的，拢讲雨伞洒掉的，拢叫雨伞洒的。啊，这样，来录影的录影。讲啊，叫人等着坐哦。伊讲叫人啊，到这要食咖啡来啉了。啊，伊等要坐偌久？无讲要坐偌久哦。对啊，40分钟不是吗？无，到几点？到几点？40分啦，公司的分啦。好。对面是什么？买个东西可以上化妆。可以，你就说 WC。对 WC。对你买什么东西的，他们家每家都会有洗手间。哦，因为它是高独立的。啊，我应该是对了。来啊，你们多拢来哦！哦，你们要来这佚佗的哦，叫水哦！哎，来，行过，录影的，好，行过来走，哎，录影的，哦，水哦，水哦，你这个过来去，水哦。
啊，真够装饰啊，你无感觉无大间啊，啊，但是人伊安尼，有无？对吧？就这样。
有啊，这种东西啊，啊，咱食迄菜上济啦，上在伊啦，有啊，这个水原来我用绿的。我无手机啊啦，手机啊，我出面到啊。要袂当会车袂到。